第二红孩儿为着掠阮师父呢，被观世音菩萨收去南海，做了善财童子，正好修成正果。你无感谢咱老孙呢，是何道理啊？唔管你啊，死不狗！你若是要借芭蕉扇，迄就是因爸拍死某啦。什么？叔叔啊，你是咧讲什么话？我来听无。English 啦 ，impossible。安尼哦，这尔有文化。那安尼 impossible 呢？你就莫怪咱老孙呢无客气啊！是，好你。